啊恒指晨光第一槍啦，有名你叫啦，係恒指㗎啦，同埋係晨光㗎啦，即係叫做12點前早市嘅嗰個早市嘅晨光啦，同埋第一槍，即係其實打一槍就夠㗎啦。你之後加嗰啲咧，喺今次我哋唔討論嘅，即係我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將個交易理論體系將佢縮窄，變成簡易版，叫你睇嘅焦點少啲，諗嘅嘢少啲，咁打下咁嘅意思嘅啫。真實嘅操作情況下咧，有陣時係如果條件合理情況下，係你會加到注，未必淨係一槍嘅，有陣時會有2槍至4槍都得嘅，即係喺一成日嘅交易入邊啦。如果淨係講恒指9點半到4點半，唔係9點3到4點半收市的話，通常3至4係一個 average 好合理嘅位嚟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成日都講咪唔好炒咁耐啦，即係炒完12點前咁樣咪去食早餐咯。咁所以通常1至2槍咧就好合理咯。OK， 咁啊，所以恒指晨光第一槍係簡易嘅版嚟嘅，恒指啦、晨光啦同埋一槍。OK， 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即市交易嚟嘅。咁首先講一講啦，即市交易其實有冇啲咩優勢劣勢咧？咁大概講下啦。優勢係咩咧？每日都有，日日都開，除咗係休息嘅啫，即係咁啱有陣時放假或者停市咁咪冇咯。咁但係接近每一個交易日都有，即係大概嚟講咧。你一個禮拜如果唔計放假嗰啲啦 ，OK， 一個禮拜星期1至5有5日，一個禮拜一個月大概有4個禮拜，咁即係4日到啦，咁大概係20個交易日咯。咁有陣時加減咪少啲咯。所以其實每日都有嘅情況下咧，你一個月係擁有大概20個交易日俾你去做呢個操作，即係大概你會有20個交易一個月㗎啦。如果淨係咁樣計，恒指晨光第一槍接近係冇得唔開嘅，即係一定有咁滯嘅，爭在輸嘅啫，係啦，大家一定有嘅接近。咁所以有20日嚟講呢，一個月你淨係交易頻率上邊咧已經有一個好唔錯嘅頻率㗎啦，每日一下啫，每日一下好幾好啊咁樣，所以就幾好嘅呢個優勢，我覺得專心做呢件事都已經幾好。而嗰陣時亦都係因為咁樣去睇完啦，我嗰陣時持功嘅一個好大嘅一個信心嚟，即係夠數啦，肯定咁就遞信咁樣嘅。咁啊第二個啦，直播率高啦，但係呢個要配合推倉，即係你其實某程度上你要了解咗嗰個 time frame 嘅概念。當你完整嘅交易系統你了解之後，你會發覺即日短線嘅入位咧一定係最靚嘅，好正常啦。即係如果你行出咗一個大圖嘅大波段。咁你喺細圖入邊去切入嘅時候，你個位一定最靚㗎。咁所以有陣時你會唔小心地會坐多咗個波浪咯。即係譬如之前嘅181嘅位置，我哋嗰日嘅時候我哋182嗰度入嘅，咁182入完之後，我咪唔小心推即係即日嘅波幅到達，跟住到位。嗰個唔係例子，嗰個係30分鐘圖入位是但啦。所以有陣時係會咁樣嘅，即係你到咗大位，你如常地即時做交易，你會咁啱得咁巧嗰個位出現咗喺當日嘅相對高低打中咗啦。然後你會推倉啦，即係你會推保護噶嘛，食一半，然後將一啲嘅利潤食咗 guarantee 咗，然後將個風險推到去買入價，咁就唔會再輸錢噶嘛。跟住有陣時佢會行多咗，咁你咁嘅情況下咧，其實你值博率會極高嘅。即係你當時入嘅時候，可能預計只係諗住執80點，咁然之後你中咗個位之後食一半，跟住推咗佢，跟住行下千幾點出嚟嘅，係經常性會出現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唔 guarantee 啦。咁所以你配合推倉嘅情況下咧，其實你做好即時交易呢件事咧，有陣時你會唔小心地坐咗個大浪嘅。即係短炒就唔小心變咗長揸咁樣，跟住賺得更加多。咁當然你中間都會做啲倉位管理啦。OK， 回饋快係一個極度重要嘅嘢，尤其是係你喺交易技術上邊仲未變得叫做成熟或者精準。因為刻意練習本書講嘅，你回饋嘅速度快啦，有回饋嘅力度嘅時候咧，你嗰個技能咧會容易啲去成長嘅。即係好簡單啫嘛。你買一隻，假設有啲朋友可能有股票持有者啦，問你一個問題，你記唔記得當時你買呢隻股票因為咩原因？講緊技術上嘅原因啊，而唔係咁啱，即係我有錢我要儲，我咪買呢咯，或者邊個話隻嘢好我咪買咯，即係或者係咯，嗰個人叫我一齊買咪買咯，即係唔係呢啲喎，係講緊技術上嘅原因，因為乜嘢。嗱，有嘅話恭喜你，即係你已經有一個好踏實嘅投機或者係投資嘅交易系統俾你去決定點樣出入市。但係大部分嘅人如果佢冇呢個回饋嘅時候，其實好難進步。即係講真啦，如果你3個月，因為股票行得慢啲啊嘛，好正常嘅。你入完之後，你隔咗成2個月，佢先俾個結果你知，即係可能未輸仲震緊，或者未行到目標咩成嘅時候，太耐啦，你好難喺呢件事不斷重複又重複㗎。你做一樣嘢，你一定係重複又重複嘅時候，你技能先訓練得快㗎嘛，係咪？即係你係講籃球咁樣㗎，你射波咁，你都係 keep 住射，跟住隔2日唞又嚟咁樣㗎嘛。咁你個身體記憶嗰個思維嘅敏捷度先會建立咯。所以其實即時交易嘅回饋快，即係唔係講佢行得快，係講佢俾個結果你快。即係你今日做完。你隔可能10零20分鐘咁就有結果，或者係你隔1日，起碼1日內都完成啦。所以你1日內點都會有結果。你知道自己贏錢定係輸錢，你就可以檢視自己嗰個行為、嗰個動作做得好唔好。而指數、外匯、黃金，因為成交量深度高、夠大、夠深嘅情況下咧，佢嘅走勢都係市場真理嚟嘅，都係走得非常之靚仔。呢樣嘢唔係我話俾你知嘅，
你只要有一定嘅焦點，你自己去睇，你就會見得到呢個真相。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市場，頭先都見過呢句説話啦，市場係真理不證自明啊嘛。咁所以其實一定係佢自己會行，你只要睇你就見到嘅。OK，咁啊有咩劣勢啊？咁啊呢啲其實講真係硬寫嘅，咩特定時間咯，即係你每朝要起身咯。有啲朋友話哇，即係好辛苦喎。恆指我喺香港住嘅話，我9點半要起身執錢係嘛，真係難為你啦。咁所以咁但係佢真係啊嘛，你特定時間㗎嘛，冇得話你幾時。即係你玩得即時呢隻 game。而你又淨係講恆指晨光第一槍的話，你係特定喺9點3至12點呢個時間完成嘅，即係你起碼要起咗身先。而你11點起都遲㗎啦，10點起都遲㗎啦，因為個機會通常都係出現咗喺9點半至10點之間嘅。咁所以你要特定時間內呢段時間你要 stand by 咯，你要伏喺度咯，即係話俾你知，其實概念就係你好似揸住支 sniper，你揸住一把槍，你一個獵人，你伏咗喺個草叢度，然後你等個獵物經過，話埋俾你知呢個獵物會9點半至10點會出現㗎啦。咁你到時記得要開槍啊咁樣。咁如果你唔記得起身，咁嗰隻嘢走咗㗎啦嘛，咁你咪做唔到咯。所以都係咯，夾硬寫係一個劣勢咯，特定時間咯，咪要坐定定啦，因為你嗰下你要坐喺度等個機會出現啦。咁啊係咯，即係嗰30分鐘內或者嗰30零40分鐘內，你要等個機會出現啦。咁啊，但係呢樣嘢其實都講啦，即係咁講嘅，唔辛苦嘅，因為即時交易只係我哋完整交易系統入邊嘅其中一環。所以當你了解到成個生態體系嘅時候咧，你會有長短刀嘅所謂嘅，即係你由短刀短炒又得，長刀相對地打得長啲，中長線啲嘅 hold 倉啊、周部署啊，你哋即係一個禮拜嘅部署、日內嘅部署，你都會知道可以點樣去運行嘅，咁會 mix 埋。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我將我嘅炒法成個 copy 俾你啫嘛，即係其實我最叫做最對 frequency 最高啦、最熱烈嘅時候啦，咪就係每日 day trade 一開波嗰段，跟住完咗啦，咁咪收工咯，跟住然之後咪2點零鐘。咁啊喺嗰個歐盤要開嘅時候啦，咁啊睇翻啲適當嘅市場嘅位置啦，咁啊掛個盤喺度等佢中咯，咁啊中完之後咪行，一係就贏，一係就輸，尾盤又掛下，歐盤又掛下，再加恆指即市，好夠噶啦，頻率絕對足夠。咁我都會將呢一個長短都會體系去建議你模仿同埋建議你做嘅，因為大家溝通嘅容易，亦都係最容易模仿成功。你唔好搞咁多嘢，你直接學，即係叫你點做你就點做啦。一開始攞咗個底先，跟住慢慢 fine tune 咧，會容易啲。要求臨場反應啦，因為佢始終都會可能一開波你嘅時候，你啱啱玩你要驚啦，係咪個市跑嚟跑去，個價跳嚟跳去，咁你又驚啊咁樣，所以你要需要一啲訓練嘅。咁呢個其實隨住時間你慢慢就會好。我又唔係叫你一開始成個身家拱落去，記住呢樣嘢。一開波已經講啊嘛，係嘛？唔準借錢。第二就係用一個你舒服適合嘅注碼，即係你嗰嚿錢輸晒，你都唔會有任何影響你生計。OK， 但係又唔可以細到你完全唔尊重，喺度亂撳，咁樣就唔 make sense 嘅。OK， 咁就可以訓練。咁就都補一句啦。咁其實即使係一個概念嚟嘅，佢唔係一個市場規律，即係市場規律從來都冇話俾你知，即使就會點咁樣，佢只係一個波動點嚟。所以成熟頂尖嘅交易者其實只係配合我哋順住市場真理嘅跑法、交易所嘅時間同埋遮住咗流動波動點係啦，波動點知道佢幾時跑幾時喐，同埋嗰個時間上，我哋透過呢一個基於呢個事實咧，我哋制定一啲策略咁解嘅啫，即係有個事實，我哋觀察完再制定策略。就唔係無啦啦有個策略彈出嚟，跟住話係咁。你留意翻呢個前後矛盾嘅一個，即係呢個邏輯嘅一個情況。OK，咁啊，即使今日係呢件咁嘅事啦。恆指晨光第一槍嘅原理 ，OK， 原理。首先第一樣嘢唔關恆指事嘅，純粹係個 market 本身就係咁噶啦。二元思維，市場走勢就只有趨勢或者橫行。OK， 唔係行 trend 就係 range， 冇第三樣，冇第三樣。OK， 一係 trend， 一係 range。呢個一早就知㗎啦。OK， 咁我諗如果睇我直播，你都知道㗎啦。我嘅分型不嬲都係咁嘅。咁呢個就係特別之處啦。第二點啦，香港市場嚟講，期貨開市時間係9點3，正股開市時間係9點半。OK， 即係所謂9點3至9點半就係我哋講少嘅玩手指，即係自己衍生工具喺度喐嘅啫。9點半先係正股開。OK。咁啊，然之後9點3開市前嘅最近支持同埋阻力極具參考價值啦。咁呢個好合理啫，因為其實就算你用咩工具，你係咩嘅炒家，你係咩成都好，喺開市前嘅一啲嘅最近期嘅支持阻力都係一個好可以參考嘅一個基底嚟。咁啊，即係其實平時拍位俾大家睇嗰啲咯，支持阻力咯，前底前頂咯，好簡單嘅就已經係一個方法嚟㗎啦。OK， 轉頭都會逐一示範俾大家睇嘅。OK， 跟住第4句啦，先第一句啊，恒生指數係由眾多成分股組成，跟住省略號，因為我知你下邊嗰啲唔想聽㗎啦。即係究竟有咩成分股嘅比例嘅比重啊，咩成嗰啲你全部唔使理。總言之話俾你知就係、是、簡單嚟講，9點半喺呢個正股開之後嘅走勢，即係9點半後嘅走勢，同埋9點3至9點半呢段時間走勢，或者再簡單啲，9點半係分界線，9點半後同埋9點半前 ，OK， 佢哋之間嘅相互作用係極具參考價值 ，OK， 而唔好搞咁多嘢啦。
綜合嚟俾個答案你，綜合完只有4種走勢，冇第5種，你唔會揾到第5種嘅。即係原理上概念圖上只有4種，佢哋即係分型嚟嘅。佢之後有時啲微小嘅偏差會有分型，但係你會知道其實成個恆指晨光第一槍嘅技術原理體系係因為我哋歸納咗只有4種走勢，然後 within 呢4種走勢入邊，我哋喺適當嘅位置做切入嘅時候，命中率就會極高，即係咁解啫。OK， 跟住留意一樣嘢啊，講得有名你叫晨光第一槍啊嘛，恆指晨光第一槍只限早市，即係12點前，你唔好喺12點後嘅時候就話我要打晨光第一槍，冇晨光噶啦，嗰陣時已經。OK， 已經係午市嘅時候嚟，咁當然啦，午市都有得炒嘅，午市就即係唔係咁單調咯。咁但係講真啦，其實又係嗰句啊嘛，恆指晨光第一槍之後，我將成套交易流程入邊，交易思考流程入邊，我掹咗出嚟，咁就變咗微觀小型模組啫。所以當你成套交易思考流程了解之後，其實你之後嘅午市開你都自己識炒噶啦，佢都係咁跑嘅啫，冇分別嘅。OK，咁但係呢一槍嘅命中率係高啲嘅，係因為我真係冇得解，我唔知點解嘅，即係佢會可能係是但啦，唔好可能啦，即係總之就恆指晨光第一槍你做啦。OK，咁啊講多次咯 OK。9點半後嘅走勢同埋前面9點3至9點半走勢，佢哋極具相互作用啦。只有4種走勢啦，跟住我同你逐一去拆解。OK， 呢個係一個步驟嚟嘅，一般我哋嘅炒嘢步驟嚟嘅。一開波順勢而為，先了解大圖方向，即係行緊 trend and range 係一樣嘅技術嚟嘅啫，冇乜特別嘅啫。開個大圖見到啦，轉頭會示範俾你睇嘅。第二部分緊要啲啦，因為其實即使嘅波動咧，順大圖方向會更有優勢。但係如果你到大位，你未 exactly 你炒個反彈都好啊，你都夠波動噶啦。即係喺個即時嚟講，大圖嘅方向係有優勢，但係大圖嘅位喺即時嚟講咧，佢嘅可用即係可以有俾你用到嘅重要性係大啲嘅，重要性大啲。佢到咗你自然你會盪落去，你就要等佢會反轉噶嘛。其實概念就係咁啫嘛。咁第二部分就係所以 step 2啦，就係第二度啦。OK， 其實就係揾大圖嘅支持阻力。OK， 1小時圖轉頭會示範，1小時圖就夠。大部分情況下，1小時圖就已經非常足夠噶啦，唔使話拆到嘅周線圖嘅太遠啦。1小時圖嗰啲已經係好夠你即日嘅波幅去做嘅。如果大家有跟得耐咧，會知道即係曾經帶出過4倍時空呢個概念啦，其實都係大概咁嘅原理去嚟嘅啫。1小時圖好足夠噶啦。OK，Step 3，擇時後動，按時間順翻即市方向操作，就係我哋轉頭要去搏嘅嗰支晨光第一槍轟落去嗰樣嘢。OK， 然後話俾你知點做啦，而家 OK， 記住啊，嚟多次啊，呢個原理啦嚇。跟住然之後 step 1 2 3啦，跟住就講呢個 step 1 2其實係好簡單啫嘛，即係開1小時圖拍位啫嘛，係 step 3嗰個位置話俾你知有邊4種操作分型點樣去做啫嘛。OK， 4種分型，第一種橫行突破，第二順向順勢，第3反向順勢，第4橫行，冇第5款。OK， 第一款概念圖。OK， 大概睇下先，有借啲飲下水喎，啲太耐冇講嘢啦，頂唔住啲。唔係第四堂啲嘢嚟嘅，懶醒咩嘛，唔係第四堂啲嚟嘅，佢係一個綜合物境係聽埋先啦，聽埋先講，先俾意見啦。OK， 1號分型橫行突破。OK， 嗱個時間好緊要啊，虛線呢個係9點半個位嚟嘅概念分型，有虛線呢個位。轉頭我喺 Trading View 咧，我都會 show 翻呢條虛線出嚟嘅。總言之，虛線即係9點半，你要睇9點半後同埋9點半前佢哋之間嘅相互。所以如果你要玩1號分型橫行突破，佢9點半自然就會有劈動能射落嚟，將呢個橫行突破咗佢。如果係9點半前佢就橫行突破，唔使理佢。雖然都好少可做，但係你唔使理佢。我哋只係睇9點半後佢跑啲咩出嚟，先攞嚟做一個定義嘅。OK， 1號分型橫行突破，9點半後出現一啲 momentum， 將個橫行突破咗佢，咁我哋就諗回插埋上。轉頭我講埋俾你知點樣入噶啦。OK， 2號分型即係你了解咗個走勢先，得呢4款嘅啫。第二隻順向順勢。9點3佢行上去升，跟住9點半繼續升，破咗個高位，你變咗個 high high low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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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咁你就會搏呢啲位入，轉頭都會講點入噶啦。OK， 跌一樣啦，順向順勢，9點3跌，9點半開出嚟再跌，跟住破低位，跟住即係順住跌，一路都係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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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low low 咁樣跌，順向順勢。留意下係9點半後你要睇下，即係2號分型就係9點半後。2號分型9點半前呢個升的話，本身升，9點半後開出嚟都係升，跟住一路升，跟住跌嘅話就係9點半後呢段跌，9點半前都係跌，咁啊順向順勢，反向順勢，9點3係升，9點半車落嚟，將成個9點3嘅呢一段升瓦解咗，否定咗，所以叫反向順勢，即係佢反向，但係佢都係做順勢，因為我哋最後都會順勢嘅，我哋最後點樣都係會順翻9點半跑嗰段嘅。即係你呢個位你去買跌嘅，
呢個位你係會買升嘅，即係右邊度你會買升，左邊呢你會買跌嘅。OK， 明白嘛？反向順勢，本身9點半前佢係升，9點半開出嚟嘅波段，佢完全否定咗9點半前嘅呢段嘅波段，跟住你就順住佢買跌。呢度9點半前佢係跌，9點半開出嚟升，破翻晒啲高位，跟住你順翻個方向買升。第四，橫行，成嚿都係橫行，即係冇橫行突破，純粹橫行。OK， 得呢4款嘅啫，冇第5款。跟住啦，點樣入同埋點樣管理？我哋用簡單切入方式，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了解交易 CR 流程，你自然會有好清楚嘅入市條件，點樣數7大條件咁樣知道擇時後動嘅方式㗎啦。假設你唔識，我哋用簡易方法去做，咁最容易理解又唔使特別教咧，就係呢兩個啦。波段黃金比率行咗一段出嚟，直接拉黃金比率0.618，就我哋唯一用嘅黃金比率嘅位。第二個突破位，見到清晰一段支持咁突破咗嗰下咯，見到清晰突破上去咁突破嗰下咯，即係突破咗個支持或者突破咗個阻力咯。而因為 base on 我哋幫佢哋已經分咗型，你唔係橫行突破就係順向順勢，唔係上向順勢就係反向順勢或者橫行，你得呢4款啫，所以你好清晰知道自己點樣入嘅。OK， 你轉頭睇個示範一連串咁你就知㗎啦。我係連續做嘅，即係之前嗰啲講法啦。我係唔興玩嗰啲例子人㗎嘛，即係好似俾好多例子你，但係唔知喺邊度飛出嚟嘅中間處。我連續做就冇得搞啦，即係我連續每日都係咁樣嘅時候，你就一定係咁樣㗎啦嘛，係嘛？咁啊，然之後簡易嘅管理方式啦，會點樣做啊？我哋止蝕順勢波段的話，我哋守翻波段嘅高低點啊，即係一段波段你攞嚟度618嗰個位嘅高低點，你就攞嗰段波段嘅 swing high swing low 嚟做波段嘅618高點。如果你做緊順勢，即係嗰個反向順勢或者順向順勢嚟做的話咧，你就用呢個方法。如果你係橫行突破嗰隻嘅時候，就攞條橫行嘅中軸之上或者之下嚟守。OK， 好清晰啊！係啦，你唔使示範啦，我諗好清晰嘅啦。轉頭開幅圖你就睇到㗎啦。啊，總之你做順勢嘢，即係順向順勢同埋反向順勢，你都係守波段嘅高低點。如果你係橫行突破嗰隻，就守中軸之上下。轉頭睇例子，你會更加清楚啦。止賺管理方式到前頂底或者行出1比2嘅時候，直接食半流半，跟住推倉等下關。因為你喺畫圖嘅時候，一小時圖你會有好多個關口噶嘛。咁我哋咁樣去管理呢個倉位。嗱，講明啊，呢個係簡易方式啊，即係 base on你咩都唔知，俾你去 taste 下交易係一件咩事。我哋係制定策略、觀察市場、報機會、執行等結果。我哋嘅流程係咁樣嘅。咁所以當你成個交易 CR 流程，即係頭先嗰個 mind map 你成熟了解嘅時候，當然你唔使再依靠呢啲嘢啦，因為你已經了然於胸啦嘛。咁但係而家因為俾你去感受下，其實交易係咩嚟，並唔係你想象中嗰啲咩賭錢啊、亂撳啊嗰啲，並唔係咁樣嘅，係有邏輯嘅。OK， 咁所以切入方式管理就係咁樣啦。OK， 咁啊理論睇係打個基底啦。呢度我就照去啦，因為時間有限啊。如果唔係就你自己翻睇都冇問題。咁啊，如果有嚟茶聚 offline 嘅朋友啦，應該會有條絕密影片啦。咁我今次就係拆解翻嗰個絕密影片入邊展示俾你睇，其實係點樣做。因為頭先嘅理論基底底下，其實呢個 trade 係點樣落、點樣做嘅，佢話俾你知。OK， 咁如果冇睇嘅朋友，亦都係唔怕啦，因為而家都直接 show 俾你睇啦。所以其實嗰條片即係先睹為快，你唔怕嘅。你上咗呢個分享會的話，你一樣係有翻嗰時嘅內容嘅，仲係完整版添啊！當時純粹係一個先睹為快嚟嘅啫。OK， 咁啊絕密影片啦，當時咧我係做6月19號嗰個禮拜啊，因為查住係7月頭啊嘛，睇翻個 calendar 先。所以當時我準備嘅時候咧，我係做連續19、20、21、22、23號嗰個禮拜嘅啊，即係呢個 calendar 你見到。但係其中一日係放假嚟嘅，即係呢個22號咧係假期嚟嘅。跟住我就即刻咧就補翻當時嘅茶聚拍片日。即係拍嗰條絕密片嗰日嘅即時去示範嘅，咁啊嗰條就唯一嘅分野點啦。因為我今日就會用今日嘅朝早嘅恒指即時去做示範嘅，即係轉頭我哋會連續見到6月19、20、21、22號放假，跟住23號同埋今朝早7月12號就係作為呢個展示連串嘅。咁就最主要係咩原因咧？因為就係即係我都曾經學過嘢啊嘛，我最怕都係嗰啲例子人㗎啦，係嘛？俾好多例子好勁咁啊，但係臨尾發覺原來根本一係就冇，一係就唔 work 嘅。咁但係當呢一件發生係每一日都係咁樣發生，或者2個禮拜內佢都係 keep 住咁樣發生嘅時候，就即係呢件事真係不斷地發生。咁你可以自己都去 TradingView 嗰度打開嚟睇㗎，轉頭嘅你 OK。咁啊19號啦，開市前嘅時候1小時圖，你會見到呢啲嘢。黑翻啲支持阻力啦，咁即係其實都係101嚟㗎啦。喺直播嘅時候，你應該都可以掌握到呢一個技術㗎啦，完全係唔使俾錢學㗎。我成日講笑，即係就係支持咁啊突破咗，變到阻力咁啊見到個位咯。呢個前邊就係啦，呢個阻力位，我放大佢先。呢度係呢個阻力位咁啊，然之後佢突破咗上嚟，咁啊踩一踩變支持咯。呢度咁啊前頂咁樣，即係前頂前底同埋呢啲價格嘅一啲嘅
即係跌咗咁咪變翻個阻力，阻力變翻支持咁嘅概念，101嚟嘅。OK， 咁啊拍位嘅啫，拍位為咗乜嘢？拍位為咗知道我哋自己喺邊。OK， 純粹知個位喺邊啫，即係轉頭佢行嘅時候，一樣係跟翻頭先講嘅4大分型咧去做入市嘅。OK， 呢個係開市前6月19號拍咗啲位，跟住啦，我哋見得到呢度開市啦，9點半，紫色呢個位，紫色線呢個位就係9點半嗰條分界線，好清楚啦。見到9點半開落嚟呢個位嘅時候，呢一度係咩啊？橫行突破，係咪？上面有段好清楚橫行啦，咪頂頂底底咁咪橫行咯。跟住有一段動能出現，動能出現係9點半後嘅，方你睇唔明，仲咁樣話埋俾你知添，係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咯。概念圖橫行突破呢一個9點半後出現下跌波段，突破橫行區，屬於1號分型橫行突破，即係呢一個。跟住我哋自然就採用兩個方法啫嘛，入市條件簡易版得兩個，一係黃金比率，一係突破位。OK， 跟住所以呢個入邊，我哋將呢段波段拉落嚟，掛盤買跌 sell limit order， 即係上邊擺一張 sell limit order 嘅單，用黃金比率618，同一時間都係呢個橫行突破嘅位置，止蝕橫行中軸上方。OK， 橫行中軸啦，即係其實就係呢個橫行大概呢個中間重疊嘅位置嘅高啲。咁啊係噶啦 ，OK， 你喺呢個直播入邊可能都會成日聽到呢啲字眼噶啦 ，OK， 咁啊如果係升咪調翻轉咯，咪嗰嚿橫行嘅中間嘅下啲咯 ，OK， 咁啊而家就係將個止蝕就擺喺呢一撇橫行嘅呢個重疊嘅中間位嘅上啲，咁就叫做橫行中軸上方 ，OK， 買跌嘅位黃金比率618，再加突破位重疊管理，我哋一入即係擺呢張單嘅時候，如果入咗已經知噶啦，即係呢度行到上去自動入市。一撞入去啊，因為你掛咗盤喺度啊嘛，一 trigger 張單就幫你成交噶啦，自動入市。咁你當時嘅諗法就係咩啊？到前底食半留半，推倉等下關。咩叫下關？下關即係你大圖入邊畫嗰條線，嗰啲頂頂底底啊、互換位啊，咁你入破一關咪下關咯。咁但係嗰個我哋唔知佢會唔會到噶嘛，我哋就用倉位管理嘅方式，就令到我哋自己唔使理佢會唔會到，純粹就確保自己贏錢先，跟住推落去。OK， 咁啊呢個19號嘅案例啦，到呢個嘅時候入市。呢度嘅時候可以食半留半噶啦，因為簡易技術上入邊已經到咗啦，過咗前底位啦，食半留半推倉。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咧，呢一半咧大概你已經係1比2.8幾噶啦，即係你買10蚊就贏緊28蚊，買緊1000蚊就贏緊2800蚊，2.8咁嘅概念咯。咁啊，亦都講啦嚇，即係特登戴定頭盔，簡易技術上啫。即係我哋係好清晰嘅一個，即係叫做倉位管理嘅方式嘅，到邊度減，到邊度平，到邊度去推保本咧，喺成個系統都有嘅。但係今次就不得一一去詳解，咁就咁樣去簡單講咯。咁我哋咁樣去推盤，即係代表咩啊？我哋將個止蝕價推去買入價，即係假設好景不常個市場跑翻上嚟，你會當冇玩過，佢會直接喺你買入價嗰度幫你平咗張單佢。係啊，即係你係19,995點買跌。一去翻19,995點，你就會平倉，咁啊打和咯。OK， 咁啊咁嘅意思 ，risk free 咁嘅意思。OK， 零風險換更大潛在利潤，因為佢唔小心即係行咗落去嘅時候，你就會贏更加多啊嘛。但係你起碼你唔會再擺風險落去嘛。喺頭先呢個動作嘅時候咧，你唔知佢會唔會直接衝上嚟噶嘛？直接衝上嚟，你咪會輸錢咯。所以我哋一定要 set 止蝕，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OK， 咁啊成個流程就係咁樣咯。跟住下一格啦。我哋會到達第一關啦，黑色線呢個位置，見到下關已到，又會減倉食部分嘅戶啦，然後再推倉去保護利潤，即係由一開始嘅止蝕價變買入價，再將個止蝕價推落嚟 ，let the profit run，由得嗰啲錢繼續自己行，咁但係你要逐關推去保護利潤噶嘛，咁啊好簡單嘅啫，推個前高就得噶啦，推即係佢咁樣一波一波行落嚟噶嘛，跌回跌回跌咁樣噶嘛，咁你就將呢一格。再擺去你下即係一個最近期嘅高位或者最近嘅低位，咁就算噶啦，即係好難嘅。我哋呢個方法咁做 ，OK， 咁啊就到咗呢關，咁你減啲再推咗佢咯，咁啊再睇下會唔會有下一關咯。咁今次19個例子咧係有嘅，你會見到咧一路打唔到你嗰個紅色線嘅位置嘅，你本身推嘅時候會推咗喺度啦。嗱，正常嚟講咧，你會逐關推嘅，到呢度跌落嚟又行落又推呢度咯，跟住又落啲喎，咁又推呢度咯，又落啲喎，又推咯，即係你其實你。只要佢打到你，咁你咪食糊啫嘛，冇嘢嘅，你都係贏錢啦，你會直接俾佢止賺咯。咁後邊都有呢啲咁嘅例子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就係會咁樣透過 let the profit run 入完一關一關推下咧，你就會賺多咗錢嘅。咁啊好正常嘅體系運作。20號啦，再下一日啦 ，OK 一樣嘅啫。開市前就要打開1小時圖去睇呢一個嘅位置啦。咁啊都係啦，拍翻啲呢度係支持啦。咁啊揼落嚟見到呢度頂住咗，咁咪阻力咯。
咁呢個係前底，同一時間有呢個前頂喎，咁啊呢個咪位咯。啊呢個係下一支針喎，咁啊呢個位咯。OK，咁啊其實俾個網大家俾自己啊，去知道你自己喺邊。如果唔係你即時跑下跑，你唔知條位喺邊。所以1小時圖俾你確定一啲最近期嘅位置。基本上現價嘅上邊有1、2關，下邊有1、2關咁就得㗎啦。唔使太多，因為你即使波動唔通跑2000點俾你咩？係咪？呢個就我哋抄低啦，即係我冇特別去寫喺個 PowerPoint 入邊。一般而言，最少嘅恆指波幅咧，基本上都會坐落喺200至300點入邊，200零最少㗎啦，好少㗎啦。OK，咁啊正常數咁啊大概係400至600咯，800以上嗰啲就係嗰啲突然間有啲咩大波動啊，突然間大升啊或者大跌嗰啲就800以上咯。咁所以唔係你使啲記嘅呢啲數，其實個概念係咩咧？簡單嚟講就係最少嘅波動都有200至300。咁每日喺恆指嗰度執你百零點有咩咁出奇啫？都唔係好過分啫，執你1/3都冇，係嘛？即係咁嘅概念咯。所以我哋要了解呢件事咁啫。咁所以我都冇特別打，咁啱講起就講啫。係啦，20號開市前啦，掹好啲位啦，又係啦，跟翻我哋恆指分型睇佢跑乜。9點半紫色線之後就係9點半後啦，見得到啦。呢個係咩啊？順向順勢。9點3係跌，9點半之後都係跌，跟住穿埋9點3低位。所以9點半係延續9點3嘅下跌，而且佢未到達任何大圖支持位，所以係我哋都會繼續諗買跌。而且佢咁啱係2號分型，順向順勢，即係呢一款9點3係跌，9點半開始後跌，跟住跌穿咗佢個低位，然之後繼續跌，我哋就會卜佢繼續跌，順向順勢。呢一隻概念圖嘅呢一隻等於呢一隻 ，OK， 咁位置好簡單咯 ，sell limit order。拉個最近波段618，同一時間突破位，盡量揾共鳴點。如果你揾到啲位係突破位同埋呢個黃金比率搭埋嘅時候，盡量用嗰個 OK， 或者盡量擺一個你入得到嘅位入邊，冇所謂嘅。跟住指示位擺翻合理位就得㗎啦。OK 呢度啦，黃金比率618同時嘅突破位又係嗰個突破位嚟嘅，跟住然之後最短波段嘅618啦，咁你哋掛呢度咯。咁啊呢度指示啦，講到嘅，本來你其實波段咧可能擺呢一個拉落嚟呢一個位咁樣嘅，最近期嘅位嚟，但係因為好近啊嘛。咁你呢一段其實同一時間你都可以看待成橫行嘅，即係呢個咧可以係頂頂底底咁，佢都係一楷橫行。所以咁啱得咁巧又唔係爭太多咁啊，都係爭嗰8點9點啫嘛。咁你咪俾埋佢咯，唔好做乞衣啊！即係輸就輸得抵啲。一個止蝕係放喺否定你看法嘅位置，所以唔好太過孤寒。咁或者俾多8點佢咯，有乜所謂啫？咁然之後就中軸以上做止蝕啦。咁啊止賺嗰個管理位自然一樣啦，同我哋本身策略一樣，超過1:2就推倉保護，跟住睇下一關就大圖支持。OK， 成個計劃就會咁樣諗嘅，入市啦，撞咗入去啦，行到呢度啦，1:2到達，即係已經行到你買1000蚊就贏2000蚊嘅關口啦，食半留半，將一半利潤袋入袋，然後推倉保護推下關，將成個止蝕位擺喺個買入價度，令到佢上翻嚟都好，你只會係打和收場。OK， 跟住就到咗下關啦，即係穿咗呢個位啦，穿咗呢個19730.5係黑色線，即係等於呢一條。係啦，咁下一條就係頭先你畫出嚟嘅啫，1小時圖畫定嘅，咁啊穿咗啦，所以又要推倉保利潤噶咯，穿咗落嚟啦，咁你又推最近期高位咯，呢度咯，紅色線呢個位，跟住啦，一個唔小心又坐咗落嚟啦，你會見得到嘅，每一次行一段你又推一格，每次行一段你又推一格，每次行一段你又推一格，呢個紅色線我特登展示俾你睇嘅，行到呢度你咪推波段高位咯，行到呢度你咪推波段高位咯，呢個有機會唔小心會打中嘅，如果你唔好彩。爭跌跌，睇你個人孤唔孤寒。有陣時擺喺高上邊咁咪打唔中，不過唔緊要，即係打中咪食少啲咯，打唔中你咪坐落去咯。跟住又係啦，每一格推呢度，一格又推呢度。總之每一見到一個新嘅高位你就推落去，高位你就推落去，高位你就推落去。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打我啦，打我就食糊。咁你打中咪食，即係繼續落咁咪食多啲咯。打上嚟我咪直接食糊咯。個概念就係咁啫嘛。咁然之後到達下一條線啦，自己食啦嚇，打兩關好噶啦。因為你知道咩？即日波幅。大部分情況下都係頭先講嗰啲 range 啊嘛，一係就200至300呢啲位就係少嘅，屬於低波幅；一係就400至600，一係就800以上。800以上就多，好即係相對地係少有嘅。發生頭嗰兩日多啲，即係有時你打兩關，你今日呢個 wave 咧已經打咗300點㗎啦。所以基本上打夠兩關咧都好收滯㗎啦。一日攞到200-300點其實都好夠㗎啦，係咪？好肥㗎啦。所以就呢個位嘅時候就收滯咯。咁啊呢度講啦，我哋好順利逐關推嘅情況下咧。就到達呢個大圖嘅支持位啦，咁所以就全倉結清。所以你要知道啊，有啲情況下中間會俾人打嘅，轉頭都有啲示範係會俾人打咗嘅。跟住咧，6月21號又痛添，等等啊。跟住6月21號前都係開市前啦，係嘛？
前底啦，呢啲位置啦，呢一個兩個底啦，咁啊估佢底變頂啊嘛，即係都係嗰啲支持阻力101嘅概念嚟嘅啫。前面呢度啦底啦，呢個下一格就呢支針啦，呢度穿埋就呢支針啦，咁樣嘅啫。呢支針你都可以要埋嘅，如果你想要，冇乜所謂嘅其實嚇，真係冇乜所謂。對我嚟講，即時嚟講咧，你只要大概知道個框架位置，你都係等翻恒指晨光第一槍開嘅4種分型，即係頭先嘅咩啊？記唔記得啊？橫行突破、順向順勢、逆向順勢同埋呢個純粹橫行嘅啫。你根本都係等嗰樣嘢開出嚟㗎，所以其實上下邊嘅網咧，只係一個位置上幫到你嘅位置嚟嘅啫。OK， 21號啦，開市前拍好佢，等9點半後係咪好清晰嘅？其實佢從來都唔會有懸念嘅。9點半後開出嚟，你呢個好明顯係橫行啦。但係就算你話未到呢位，哇！你嗰陣時未知喎，你都冇可能係見到佢係橫行突破，亦都唔會見到佢係順向順勢，亦都唔會見到佢係逆向順勢㗎。啱唔啱？你邏輯嚟㗎嘛？9點半行到呢啲位啦，假設呢啲位你未見到咁清晰嘅橫行啦，你會唔會估佢係即係其他個3款咧？你冇得估噶。然後佢呢度行埋呢啲頂俾你啦，行埋呢個底俾你，就更加肯定佢啦。直接橫行4號分型，咁即係點啊？上方假突破買跌，上方突破再上回測買升，下方上翻嚟假突破買升，下方突破再回測買跌。即係譬如平時喺直播見到嗰啲圖，呢度好人畫清晰啲俾大家睇啦。即係就係呢個係有條線，即係頂底。咁其實我哋諗咩啊？得幾款嘅啫。上嚟突破再向上，一係就上嚟假突破就買跌打翻落底，一係就落嚟上嚟買升，一係就落嚟回測再落買跌。你每次見到橫行就得呢一個咁嘅狀態嘅啫 ，OK？ 所以哎呀，成件事咧就係咁樣啦。當你決定咗佢係4號分型嘅時候，你就係咁諗嘢。去到上邊，即係呢個，又俾多次你睇啦。4號分型橫行，跟住進入呢個位啦。點解呢好似好複雜咧？有兩楷嘢咧，就係因為咧，我哋今次咧就都係用 stop order 嘅方式。呢個都係咁啱啦。有陣時有啲自己而家學完都未必係咁樣做，都俾個參考例子你。個原理就係頭先個原理，因為當個價格行到嚟呢度嘅時候，你見得到佢已經突咗上嚟啦，係咪？佢一係得兩條路嘅啫，佢上到呢個位咧，佢一係就係突破回測向上升，一係佢就假突破落翻嚟啊嘛。咁我就 set 一個 stop order， 一個就係 buy stop order。如果佢夾翻上嚟，就等於佢突破踩一踩向上啊嘛。所以 buy stop order set 喺呢一個位，set 呢個位，我變大個轉嘴啊！呢啲咁嘅位置，就係佢一有支陽燭夾上去，佢咪突破咗咯，咁佢咪向上咯。咁你自己買啦，咁就。跌位咧，嗱呢個寫啦，掛盤買升止蝕擺上升回測腳，即係呢隻腳，你咪當佢呢個位止蝕咪得咯。佢落翻嚟就假突破啦嘛。OK， 買跌一樣啦，買跌你就掛呢度，就掛佢前邊呢個落翻嚟嘅呢一個咁樣嘅位，突破失敗，佢扯翻落嚟假突破，佢就會突破呢度，咁就做 sell stop order。嗱嗰啲 order 名你唔識唔緊要嘅，好簡單嘅啫，得 buy limit、sell limit、sell stop 同 buy stop 嘅啫。遲啲嗰個即係未上堂前俾條片已經話俾你知點樣落盤咧，就會教晒你嘅啦，好簡單嘅，得4個啫嘛，係嘛？即係 buy stop、sell stop、buy limit 同 sell limit 嘅啫，冇第二啲嘅咋，好簡單嘅，呢啲 terms 嚟嘅啫，唔使咁緊張嘅，好簡單嘅啫。OK， 咁啊，所以就咁樣諗嘢咯。當佢趌上嚟就直接 buy stop 就當回測買升，呢個落翻嚟就當假突破就買跌。咁當然留意啦，如果佢其中一張單 trigger 咗，另一張要取消啊。你唔好有一張擺咗喺度，你另一張仲擺噶嘛，所以你一張 trigger 咗，另一張就取消佢。你坐喺度睇住噶嘛，因為係嘛？跟住基於呢度啊，後邊 PS 寫到啊，基於阻力係出現橫行派貨，你本身個睇圖概念咧就係阻力就諗埋跌，支持係諗埋升噶嘛，係嘛？即係唔係阻力即刻買跌啦，係阻力你諗埋跌，支持你諗埋升。呢個黑色線係你一開始帶圖畫出嚟嘅阻力嚟嘅，所以本身呢個位你係傾向睇跌。所以呢樓有寫到嘅，如果係買跌係好啲嘅，所以其實你呢個買升盤係可以唔 set 嘅，你可以觀察噶嘛，齋睇咯。咁啊，因為你想傾向都係買跌啊嘛。咁但係最後諗都唔使諗嘅，最後買跌嘅，最後佢就行咗落去，咁你就自然出價到，自動入市啦。同時取消掛盤買升嘅單。OK， 咁啊第一關就睇咩啊？橫行底咯，再多啲就係下一格咯。所以你自然係到咗橫行底過咗啦，食半留半推倉擺喺橫行中軸之上。都係咁樣應用啲技術嘅啫，咁啊等下關就係下邊啦。咁呢個就落唔到去啦。4點鐘啦已經，收市前都未到下個關口，你一係就自己食咗佢，咁啊都執成100幾點噶啦。上入91、93、200落嚟19、212咁啊都執110幾點噶啦。一係就唔好理佢，推咗佢。總之我唔輸，
但係你擺到上翻嚟，你都係贏錢噶嘛。你打翻嚟呢度嘅話，你咪贏60零點咁咯。即係如果你打個紅色線呢個位，係啦。咁有陣時你真係可能夜期開落去噶嘛，你唔知噶嘛。咁所以睇你自己啦。你中意即刻食糊又得，你中意有佢又得，咁樣冇咁多 gap up gap down嘅大部分情況都。咁你如果唔想煩嘅，你咪直接食咗佢咯，冇所謂嘅呢啲嘢，日日都有係嘛。跟住然之後第二日啦，假期所以冇得玩。跟住下一日啦，6月23號又係咁樣啦，頂頂底底呢啲位啦，又係頭先嗰條啦，19507又係嗰個兩個底啦。咁啊下個底啦又一樣冇分別嘅呢個，因為假期咧佢冇波動啊，所以你第二日開嗰個樣都係咁樣嘅，所以你都係拍翻嗰啲位啊，做少日，即係唔好咁講笑咋，做少日係你每日開市前你玩得恒指晨光第一槍，你都需要做1小時圖嘅呢一個框架嘅分析，俾自己有一個好清晰嘅底，即係好似咧你細個去考試咧，大家叫你早啲到考場啊，飲定啲葡萄適，坐喺度有屎快啲屙定先，跟住坐定定就專心心去做，就唔好喺度散散漫漫咁樣咯。OK， 咁啊所以就咁樣啦。開市前你會拍到呢啲位啦，跟住9點半順延續9點3嘅下跌，未到大圖支持位，2號分型順向順勢，即係呢隻，又係呢隻順向順勢2號分型，即係點啊？又係買呢啲回調黃金比率啦，突破位啊，呢啲咁嘅掛咯，係咁掛咯，睇下中唔中咁樣咯。咁最後呢個就再對落嚟啦。所以呢一個正常你喺度掛個盤嘅，因為佢係突破位啊嘛。順向順勢掛突破位加618呢啲位，你會喺度掛下嘅。但係呢個位跌唔到，即係你入唔到。曾在這突破位掛下盤賣跌，但係一直下跌冇機會，冇嘢㗎，繼續跌就等下跌，繼續等係啦。咁啊有一段啦，藍色線呢個係突破位啦，呢個係一個支持啦，揼上嚟一個阻力位啦。呢個係呢一段波段嘅618啦。咁啊，佢之間相差咗大概係睇圖嚟講咧，大概係10點左右嘅。咁所以你就可以你掛藍色線又得，你掛呢個618嘅位又得嘅，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喺呢個 case 入邊。咁但係你守的話咧，最理想要守翻上邊波段。但係呢一個 case 咧，你要留意啦，我都寫定㗎啦。你已經到達咗大圖支持，即係18885呢個位咧，大概呢個 range 你到咗支持㗎啦。所以你喺支持呢個附近再去延續買跌咧，你第一你要留意小心，即係到達橫行底你要積極保護，要推倉，又或者直頭唔玩，直頭唔入，索性唔玩啊，煩啊，跟住你就等下日都得㗎，冇所謂㗎。但係你有個意識喺度，你入得，你知道你其實大圖支持已經到達，你入得積極保護。到前底要食啲倉，要推保本，唔好輸俾佢。又或者直頭唔入，等個靚啲嘅格局咯。因為你今日個格局就係而家喺個支持位啦嘛，已經 OK。咁啊，所以亦都係啦，波段俾618啦，突破位啦，你自己揀啦，冇所謂嘅。咁啊，管理嚟講，咁啊到達前底食半留半啦，推倉保護啊，都係嗰啲方法嘅啫，冇分別。跟住啦，入咗啦，進入618自動入市，到底食半留半推倉保護一樣嘅啫。咁啊落翻嚟呢個前底，係你假定佢係橫行啊。所以食半留半推倉保護咯，上翻嚟咪由佢咯。咁但係你起碼有一半利潤攞咗入袋啊嘛。即係你1000蚊，如果你呢個1比2.2嘅話，你1000蚊係換緊2200蚊食一半，你賺咗1100先啊嘛。咁你已經賺咗錢先。另外一個就係0蚊換更多利潤，冇所謂噶嘛。你咪最多咪贏1000零蚊咪算咯。所以點都係贏啊！食半留半係一個好好嘅操倉方式嚟。當然仔細啲就可以變食3留7食7留3啦，比例制啫嘛。即係50%定30%定70%啫嘛。呢個就亦都喺推盤的藝術嗰度咧，會同大家好好去。好認真咁去喺個技術上去拆解，所以我哋好清楚自己知道每個動作係因為咩嘅原因，我哋會咁樣做，而唔係靠估嘅，係好清楚喺個體系下邊有運作嘅。跟住呢個位啦，你推下就俾人打中啦，會即係你落唔到去啊！你想繼續坐落去一個下一關嘅位置啊，等等嘅時候，你喺度推下咧，就會俾呢個位打中咗。你會推呢個前高啊嘛，即係呢個行到落嚟嘅時候，呢個係波段全高，跟住佢打上嚟打咗你個波段全高，咁就結清噶啦。OK， 今日啦，7月12號，今日開市前啦。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啦，因為有呢啲震盪型啊。我哋見到呢啲震盪型，你都會知道佢喺度嘅。但係知得噶啦，真正要留意嘅位都係黑色線，即係都係呢啲咁樣嘅支持阻力啊、前底啊、呢啲咁嘅前底啊咁樣嘅啫，一樣係咁玩嘅就係冇分別。但係你知道今日跑緊上行震盪，即係喺大圖嘅局面入邊係會有 high low 震盪形式咁樣嘅方法。OK， 我喺市場狀態嘅分型入邊會好清楚地拆解，只有 channel range 再拆解幾種分型 ，trend 再拆解2種分型，搞掂，冇第二啲嘢啦。市場跑嚟跑去都係嗰啲走勢。跟住啦，9點半啦，你見得到啦，呢度好似頭先個情況啦，我特登再細緻啲啦，你見到呢度佢冇嘢，你咩都睇唔到嘅而家，係咪？你9點半，你又唔係順向順勢，又唔係反向順勢，你咩都冇，你需要暫時睇橫行咯。咁你咪睇下佢會唔會有啲橫行出俾你，跟住再諗頭先咯。上方假突破咪買跌咯，跟住突破回測買升啦，或者下方嘅假突破買升，或者下方嘅突破回測買跌，就係咁嘅啫。咁啊最後冇啦，咁啊等完之後點啊？劈上嚟咩都唔使諗啊！9點半出現上升段破高位，
成段9點半開出嚟，清咗9.3嘅9.3啊，係嗰個高位咁樣車上嚟，3號分型反向順勢，即係呢個本身係升，跟住9點半開出嚟跌翻破咗佢，或者係本身係跌，9點半開出嚟升咗佢，即係右邊9.3開出嚟係跌，9點半開出嚟升破咗佢，即係呢個係咪一樣樣啊？冇分別㗎，即係呢個位。嗱，你睇成段啦，講啊，即係唔係睇一支棍啊？你唔好話唔係喎，9.3開出嚟 gap up 喎，呢啲升喎，唔係睇成段。9.3至9點半呢度係跌，呢度係跌 ，OK 係一段波段，成個時間段，唔係嗰支巴，即係如果淨係靠一支巴賺到錢，你冇着數，邊有啲咁嘅嘢嘅？咁啊，所以反向順勢啦，3號分型啦，咁但係其實都已經好着數啦。跟住啦，好清楚啊，呢個係嘛？呢個位置啦，掛盤買升啦，黃金比率618啦，再加前頂突破位啦，所以嗰個共鳴點買入理據，波段黃金比率618同時突破位，止蝕波段低。呢一段波段上嚟嘅時候，呢一段低位就夠噶啦，唔使擺到底啊！呢個波段高位已經得，因為你呢度拉上嚟高啲都冇所謂，所以呢啲位你就知道要入市咯。因為反正出咗反向順勢呢一個分型，你就知道你要買升，咁你就揾位買升，一定要咁樣噶啦，一定咁揀噶啦，冇得俾你揀大啲嘢。呢個係系統設定你要咁做。OK， 跟住嗱，記住啊，頭盔先，因為呢啲係簡易版，所以你跟簡易嘅策略系統制定，俾你感覺下交易嗰種有理據嘅踏實版嘅啫。但係你完整嘅交易系統思維底下，你會配合第二啲嘢嘅 ，OK， 即係正常咁嘛，你完整啲咁啊成件事 ，OK，咁啊管理一樣啦。假設入咗你已經知㗎啦，前頂我就會食半流半推倉下關，又係咁做嘅，冇分別嘅。下一格啦，進入呢個位置自動入市啦，跟住到達前頂呢個位，嗱呢個位我當你唔當啦，係嘛？再高啲啊有埋，咁啊食半流半推倉保護，下格目標黑色，因為下關呢個位置比較近啊。如果你完全個即係推保本嘅位擺度，你咪好蝕咯。即係你呢度行上嚟得翻呢一橛，但係如果佢落翻嚟有咁大橛，咁咪蝕俾佢咯。咁所以概念上，我哋數學上令到自己唔好咁樣，你咪推上嚟咯。將呢一個波段嘅低位咁推俾佢啫嘛，逐關咁拱上嚟。OK， 配合翻個比例上邊咧靚啲咁嘅意思嘅啫。咁但係入市啊呢度晨光第一槍一樣咁做冇分別。食半流半推倉保護，最後打咗呢個位置俾佢打咗止賺結清。OK， 身份證突然間講身份證啊，即係自己有應該知發生咩事啊，俾我睇下。放心啊，冇嗰啲咩泄露私隱啊！呢個 Google 就咁 search 身份證啊，唔好見位入啊！呢個 search 身份證啊，呢啲正常應該都係嗰啲咩香港01啊、入境事務處啊嗰啲咁嘅廣告啊，呢啲咁嘅嚟啊，唔係真係人嚟㗎。如無意外應該係，如果唔係都冇計啦。你 Google 俾人抌咗出嚟，總之我 Google search 身份證嘅啫。OK， 咩叫身份證咧？但係玩下玩下咧，我哋自己嘅獵人群入邊有一種概念，叫做係人都識入，有身份證都識執嘅錢就叫做身份證 trade， 個個都識係咁入㗎啦，個個都係咁入嘅。今日全部。冇人帶啊！我唔玩嗰啲咩 back box 啊！我叫你邊度入市啊，打個入市價俾你嗰度做啦咁。我從來都唔做啲咁核突嘅嘢嘅。但係大家因為共同語言同埋了解交易系統，再加呢年幾至2年嘅深度高度培訓底下，我都停咗成年幾啦。就係你要專心去培訓呢件事啊嘛。咁大家嘅高度強度訓練底下咧，已經係大家都自動自覺，好太清晰呢件事。咁啊，大家全部都係衝殺去咯呢啲位咯。咁啊，大概呢啲樣啦，特登俾你望下，因為都 cap 唔晒啊！一陣咧又話冇份啊，全部都係啦。大家呢啲咁嘅10點鐘嘅時候咧，呢啲位咧大家就自己噶啦，跟住又搞下笑啦，係嘛？大家搭埋同一架船啊，會唔會沉㗎？咁啊一路嗰度搞咁樣啊！大家咧你都全部一樣嘅，仲出埋我嘅神技吹佢上去添，跟住大家都係呢啲位啦，全部一樣㗎啦嘛，冇個位有分別㗎，因為就係清晰嘅係咯，你個系統係話俾你知要咁樣做，咁你嗰個邏輯就自然會咁做㗎嘛，係嘛？即係你攞住煙俾人推 all in pre-flop，你唔會唔 call 㗎嘛？定律嚟啊嘛，你冇人會 pre-flop 煙咁樣唔 call 啊嘛，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就大家都係咁樣咯，你見到全部都係咁樣嗱，你咁大家都係呢啲位啊，冇分別噶，大家都係嗰槍啊，全部一樣噶，反映啲咩啊？話俾你知係咩啊？就係因為你個語言係一樣，你個交易系統一樣，呢個係個邏輯嘅遊戲，所以大家都係跟個系統嘅思考，在邏輯底下都係近似嘅情況啊，身份證咁樣嚇，咁但係當然有陣時有啲比較模糊嘅情況，即係有啲係可做可不做，或者你會選擇做，我就選擇唔做，咪一鳩樣咁樣，即係大家都會係一樣嘅。啊，費事頭先得9個嘛，幾多？全部都係咁噶，全部都係咁噶，最多有人補多槍咁嘅咋，大家都係呢啲位置，因為嗰個思考體系係接近嘅時候，就會出現呢一樣嘢。OK， 即係話俾你知，其實呢樣嘢可以被訓練咯，可以被訓練咯，主要想翻呢樣嘢俾你聽啫。OK， 咁啊，所以啦，市場具重複嘅規律，每日都係咁跑。你可以自己去唔同嘅行者位置去睇，去留意翻。咁如果你本身自己具有啲技術嘅，你都可以去歸納下。其實呢個交易員啦，或者一個自己策略制定者啦，我認為就係呢個你要觀察到啲規律，然後你去制定一啲應對嘅方法，
然後果斷持續地執行嗰個即係做一件事或者完成一個技能嘅嗰條路咧，嚟嚟去去都係咁樣嘅，冇乜分別嘅。只不過呢一個思維同埋邏輯，我而家係擺咗喺交易入邊，亦都咁講啦。我係因為交易先建立啦，或者培養咗呢啲嘅思維體系同埋呢啲方法嘅啫。咁但係而家我都唔係一個淨係得交易嘅人嚟㗎啦。咁同一時間嘅做法啊、策略嘅制定啊等等，我都會喺呢度。因為交易我學識咗呢啲嘢，然後我呢啲嘅思維體系或者我都會擺喺另一啲嘅情況啊，第啲度做咁樣去用咯。OK，咁啊，所以我會覺得呢個原理啦嚇，重複嘅規律每日都係咁，真理唔需要過分解釋啦，因為佢不證自明啦。培訓指南啦，你會得到啲咩？具實戰經驗驗證啦，持續獲利嘅市場認知，你會知道咗個知識認知，然後清晰客觀動態思維嘅交易系統，你會知點做。3個月按部就班嘅訓練清單，呢個有好多人 miss out 咗嘅。有陣時知道啲嘢唔等於你做到嘅，因為中間入邊點樣令到自己越嚟越貼近嗰個真理嘅認知咧，係需要一啲訓練嘅模組嘅，即係就係頭先講嗰啲刻意練習啦、原子習慣類近嘅類型，然之後拍落去變成一啲可以被訓練、被提升技能嘅方案。咁啊3個月按部就班嘅訓練清單啦，你就會有持續自行交易進步嘅回饋模組啦。即係而家大家都會咁樣噶啦，你做完啲嘢，你真係好諗完唔明，你咪問下啲做得好嘅師兄師姐咯，或者問我咯。但係其實大部分你自己知自己事。好多時就算你埋嚟問嘅時候，好快你都知，根本好多會答你呢句啊。其實我都知啦，係我都知㗎。其實問你問得通常都係嗰啲嘢，因為你嗰個系統其實已經答咗你，即係咩情況下做乜嘢。譬如頭先嘅簡易版話俾你知咩啊？1號分型啊，即係咁樣好清楚嘅。呢個係即係我哋唔係真實嘅情況，唔係咁啦，即係冇咁單調啦。但係今次其實俾你 taste 嘅，但係想你 taste 呢樣嘢啊，我哋好清晰地知道啲分型嘅，例如就係趨勢你要咁樣做，橫行你要咁樣做。大圖到大位橫行你要點做啊？趨勢要點做？全部好清晰話俾你知點樣做，點樣做 step 1 2 3咁樣。例如係咁樣咯，1號分型橫行突破你就要咁樣啦。2號分型順向順勢你要咁樣。3號分型反向順勢你要咁樣。4號分型橫行你要咁樣。係一個話俾你知，然後你再加少少思考嘅決定，然後擁抱風險，自己孭翻個責任 set 止蝕咁樣嘅遊戲。呢隻 game 就係咁樣不斷地正期望值咁樣運行落去，即係。講白啲就係之前喺交易喺個直播入邊講過啦，我哋其實個邏輯上係似賭場多過似賭仔嘅。我哋木喺度坐喺度 set 好啲規矩，知道呢啲嘅規矩，我哋就係不斷地做正期望值嘅結果，正期望值嘅行為，然後等啲吹跌埋嚟，啲吹就好似啲賭仔衝埋嚟咁樣，跟住我哋接住佢做咁樣咯。咁但係啲好你唔受佢哋幾開心，有啲吹你唔做，好似啲踢走啲賭仔咁過嚟唔同你賭咁樣，幾開心。係啦，咁樣所以就大概咁啦。咁啊，然後咧就去到邊啊？係啦，呢3個咁，但係你都有啦，即係 give and take 啊！我有嘢俾你，你都需要有啲嘢。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條件。正向心態唔抱怨啦。你學一樣嘢，講真嘅，公道嘅，唔通你學2個禮拜就識打咩？學1個月又話曉飛咩？2個月又話識做啊？冇可能㗎。所以你中間你係講明啦，你會經歷好多嘅唔明白、好迷茫，因為你未建立完成啊嘛。所以你喺中間嘅時候咧係好迷茫啊，唔知點啊。好似唔係好確定啊咁樣，嗰段時期咧係一個你最難頂住堅持嗰個位嚟嘅。根據過往經驗都係咁噶啦。然後要進入大概第8至9堂，你總係開始齊備啦嘛。成件事得12堂啫，你去到第8、第9堂你就開始打通咁易脈噶啦，啲嘢就開始明白啦，開始越嚟越順暢噶啦。過往2屆都係咁噶啦，今屆都唔會有咩例外，大家都係人，我成日都話，即係今次嗰個即係已經係等待呢件事發生咁嘅概念嘅。OK， 咁所以第9、第10堂你先會開始有話定俾你知啊，到時我都會再提你一次，等你唔好失咗個焦點，失咗嗰個你繼續要認真專心去做練習嘅嗰個狀態咯。OK， 獨立啦，坦誠承擔啊，知道所有交易努力同埋結果都係你嘅，又係嗰句係你要學炒嘢，係你要賺錢，唔係我。所以如果你冇準備好自己去面對呢件事，獨立去啦，坦誠承擔啦，做好嘢啦，叫你做訓練1.5至2小時嘅專注訓練啦，即係講緊你排除萬難。我唔理你要餵奶又好，要氹女又好，要早瞓又好，要 OT 都好。總言之，你玩得呢個 game， 玩得呢個 program， 你要知道 within 呢3日入邊，你每一日你要撥1.5至2個鐘嘅專注訓練時間。講緊係排除萬難，冇雜音冇滋擾嘅，你自己諗啦。咁但係我成日都講得，點會唔得啫？你瞓少個半鐘咪得咯，每朝早起身個半鐘咪得咯，冇可能唔得㗎，係爭在你做唔做嘅啫。我唔覺得呢件事冇可能嘅。OK， 跟住就。按部就班啦，跟足咗個指示啦，咁就已經搞掂㗎啦。咁啊，最後啦，講明喺學習嘅過程呢3個月入邊，我係唔會開任何 group 嘅。我哋更加反正呢樣嘢已經係確定係冇效㗎啦。你需要完成後先會有一個頭先你見到大家喺度柴娃娃維維維嘅一個集體進步嘅一個嘅位，因為我哋要建立共同語言。
喺你未建立共同語言嘅時候係冇意義嘅，即係大家唔知道傾乜嘅咋，即係唔知大家可能即係我唔開名啦，但係早排有個我都好尊重嘅一個投資界啦嘅一個前輩啊，咁佢又出咗一篇好長嘅文咧，就去講呢個投資群組嘅事，因為最近有好多 scam 啦，係嘛？咁我完全100% 同意佢論點。即係講到就係啲 group 喺度圍威喂唔知講咩啊，咁啊大家又冇共同語言啊，淨係識嗌高高高啊，咁啊即係買完升嗌高高高啊，跟住又問下有咩 number 好買啊，即係完全係冇營養、嘥時間嘅一啲嘅互動嚟嘅。我係唔想自己整埋呢咁核突、咁污糟嘅嘢喺度世界喺度污染人哋隻眼嘅。所以你要有一班人都知大家講緊乜嘢，大家嘅清晰嘅系統係有共同語言嚟溝通，你咁先可以互相去進步同互相去檢視同埋提點嘅。所以喺未建立好呢一個共同認知、共同語言之前，其實開任何嘅群組你傾偈咧都係冇意義嘅。OK， 咁即係當然你自己 friend 咁樣傾下偈，又或者你幸福嘅你有即係我哋有啲嘅即係 cycle 1、cycle 2有啲係你朋友噶嘛，咁你有位朋友就你幸福咯，即係有位同行者去指點你或者係陪你行。咁但係我都講明啦，佢問一啲問題係後邊會你知噶嘛，你上過噶嘛，所以你知道後邊有啲嘢自然都會答佢噶啦。咁所以唔需要過分地跳咯，因為你要按部就班咯，慢慢去堆疊你嘅交易技術。即係萬丈高樓從地起嘅概念，你要喺下邊嘅根基打得穩咧，你之後學先會學得順暢。所以你只要陪住佢，有啲位佢當時嘅嘢佢唔理解啊，有時候你答佢咯，或者更加可能係你俾一個你自己嘅實證佢，即係你做緊啊嘛，你賺緊錢啊嘛，咁佢咪知你咪 fit 佢咯，咁你咪呢個先係最大嘅一個狀態咯。正如頭先我俾一啲嘅學言實證俾大家睇，其實都係想俾你知道呢樣嘢可以被訓練，同埋可以做到好成績嘅，只係咁嘅原理。但係係咪等於一定係你咧 ？Sorry， 唔係，因為你唔肯做。嗰樣嘢係唔會屬於你嘅，呢樣嘢 work 就梗㗎啦，唔使拗啊！咁所以就係咁樣咯。咁啊，你之後先會有呢件事嘅，你係要完咗先會有呢一個群組嘅參與資格啦，完成培訓後先有啦。咁入邊其實都會有啲嘅持續每個月，我會有啲嘅復盤片啦，去拆解翻我每一個月入邊呢一個月入邊做緊嘅交易入邊啦，同你拆盤，即係話俾你知我嗰陣時諗緊乜嘢，我點解會咁做，好似頭先嘅模樣嘅類似。咁當然就精進啲同埋詳細啲咯。啊，或者一啲交易嘅培訓嘅內容啦。一啲心理嘅琢磨啦，等等嘅嘢啦，咁亦都有一啲類似 port firm 嘅一啲嘅機制啦，即係我俾錢你炒，跟住輸嘅全部都係我嘅，輸1蚊都係我嘅，輸10萬都係我嘅，但係贏嘅就你嘅，咁啊當然有分啦嚇，咁啊跟住咁就係你分多我分少，咁啊概念喺後邊慢慢會後續去做，甚至乎之後而家已經進入 phase 2嘅部署啦嚇，之後亦都會有一啲嘅 program 會做，咁呢度就唔使理住啦，你而家呢一刻嘅你只係想學炒嘢啫嘛，所以後邊嘅嘢你唔使理住啦，亦都唔需要知道啊，不過佢講起唔小心講咗啊。總之就，但係呢個係我認為第一步嚟嘅，即係如果你交易嘅技能同埋交易嘅認知同埋交易嘅心理培訓係唔具備嘅時候，咁其實即係都未到啊！即係大家要傾到偈，要啱傾、啱 language、啱語言、啱體系先有意義噶嘛，所以需要時間培訓咯。啊，咁啊就咁樣啦，所有交易嘅成功元素已經具備，非常之幸福。咁但係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甜蜜嘅壓力啊，因為你就連賴地硬嘅藉口都冇埋。即係所有嘅嘢都關你事，因為即係做個人就出咗嚟啦，方法喺晒度啦，咩都有晒啦。咁所以有啲咩嘅冬瓜豆腐啊，咩成嘅時候，其實就係因為你有啲亂子出咗咯，努力問題啦、承擔問題啦、訓練清單問題啦、專唔專注問題啦、時間表有冇做好啦，呢啲咁嘅東西。OK， 跟住就分享下啦，即係其實都係上一次我的原動力嘅啫。其實就係而家我嘅交易角色啊，我已經知道自己唔係一個純粹嘅 trader 啦。trader 呢樣嘢我都玩到即係都係咁噶啦，即係都習慣咗都係咁樣行。咁但係而家知道自己呢個 trading 入邊嘅角色唔同咗啦，可以引領大家去進步啦，引領大家去了解交易之門啦、之道啦，跟住慢慢去進步啦，或者係交易以外嘅事情，同一個邏輯體系、風險管理啊、策略制定啊、觀察啊呢啲咁樣嘅佈局嘢啊，有啲朋友擺在自己做生意入邊啊，或者唔同嘅入邊。唔好講到咁遠啦，可能純粹自己生活上邊多啲時間、自由啊，使錢使得開心啲，等等等等。啊，有啲人話我有傲氣，應該今年嘅傲氣應該收埋少少嘅。啊，希望你感受到咁樣咯。所以就我好滿足嘅嚇，即係經歷呢一個咁樣嘅同大家嘅互動啦，知道自己嘅角色啊滿足感唔同咗咧，都係好開心嘅嚇。咁幫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啲即係炒咗好耐老人家咁樣，但係最後就真係唔係好明咁樣，最後就越嚟越好啦咁樣嘅啲嘢，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啦，全部都遮晒名。咁啊新嗰啲我都冇 cap 啦嚇，即係喺個列文群入邊有啲即係大家嘅一啲嘅進步啊對話咁，我都冇特別去 cap 啦。咁啊基本上都係呢啲都係之前嘅啊。呢下呢句啦，賺錢係好高貴嘅事嚟嘅，我認為即係頭先講嗰啲企喺度都可以賺，點解要跪低賺啫？即係呢啲咁嘅概念。咁但係佢都有講到啊，對學生嘅自律要求極高啊。所以你懶啊等等嘅嘢咧，你自己會賴嘢㗎嚇，所以呢啲自己諗掂啦。即係呢啲前人嘅經歷咧，其實就係話俾你知有啲咩你要關注咯。啊，即係一啲嘅係啊點樣有條理啊，
要融入於生活啊，要去思考啊，要了解勝率、賠率、頻率啊呢啲咁嘅東西，你要去自己要願意去吸收同埋接納啊。咁啊，我哋會慢慢去提點同埋 keep 住去講嘅，等你慢慢去吸到咯。但係其實你願唔願意去做，都係喺你身上咯呢件事啊。咁啊，交易系統啦，咩本身係一個 office 職員啊，好多呢啲啦啊，模擬真實交易操作我都唔記得啦，係啦。咁啊，所以就呢啲咁嘅概念啦。咁啊，最後之前喺茶敘見咪見到大家啦，咁啊，所以就個真實感更加明確啦。咁希望喺呢件事入邊同大家玩多輪啦，跟住就我都會去 Phase 2啦。咁啊，最後啦，呢個又去翻頭先嗰頁啦。咁啊，成日都想問大家咧，你快唔快樂啊？咁啊，即係有陣時你其實又係嗰句咧，唔係每個人都要炒嘢嘅。如果你自己已經有一個好實在、好確實嘅一個模組，可能你係做生意，可能你係有自己嘅技能，可能你係翻工翻得好有滿足感，你唔一定要需要炒嘢嘅。我成日都講，但係我知道都好多人係成日都想攞翻時間、攞翻錢、攞翻個自由，跟住可以去拒絕一啲自己唔想做嘅嘢等等呢啲嘢嘅時候，咁呢樣嘢你就開始去問咯。咁交易係其中一個方法，佢係其中一個方法，佢唔係唯一嘅方法。不過就係咯，我就只能夠去分享交易呢一樣嘢啫，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啦，咁啊呢個主要係呢度啦嚇，所以成個 mind map 就喺度噶啦，你都會去經歷呢一個了解成個交易思考流程嘅一個階段，維持3個月。咁而中間亦都呢啲 cycle feed 讀加影片就會令到你更加深切地去了解咁嘅啫。咁其實就係當時做一啲獵人培訓嘅時候嘅一啲嘅影片嚟。咁我有幾條，拍得呢幾條特別好喎，呢幾條去幾好咁啊，送埋俾大家啦。即係今次有呢幾樣嘢之後，你會更加好啊，了解得更加好。咁我今次又嗰句啦，內容全部一樣，所以你本身係學生嘅，你唔需要再報，冇呢個意義嘅啊。只不過係我嘅演繹，咁一定我再講第3次，梗係會清楚啲啦。同埋經歷過即係獵人嘅培訓過程入邊，演繹手法同埋工具會唔同咗啦。咁同埋呢啲片你都有啦。如果喺一個獵人群入邊嘅時候，你都有咯，咁樣咯。咁啊，所以都係應該係咁嘅原。咁啊，所以就係啦，要報就呢度嘟，跟住然之後就冇有咩咧報唔到啊！頭先見到咩付款失敗啊，嗰啲咁嘅嘢嘅時候咧，就唔使擔心。有啲咩咧就揾 WhatsApp CS 啊、咩電郵啊嗰啲咧就冇事噶啦。咁啊，圓滿結束噶啦，圓滿結束啊！咁啊就係咁啦。咁啊睇睇啲問題啦，俾個 CS 電話你爆佢，咁我就快速望一望有冇咩問題。係啦，清晰到咁啊，梗係啦，因為而家有經驗啦嘛。練習係呢個係重要嘅問題嚟嘅。練習嚟講咧係冇分任何時間，因為你練習唔係叫你落場炒，練習係好似頭先咁樣咧，係叫你研讀咧之前嘅一啲嘅事，然後我到時訓練嘅時候你會知㗎啦，我安排好晒㗎啦，點樣去令到你知道點樣做同埋點樣去訓練你，你都會了解㗎啦。今年同上年有少少，即係從兩年都有少少唔同，但係都係大同小異啦，只不過係清楚咗啫。係咯，跟住就係啦，即係你係會，你知道有時間得㗎啦。你到時係會 set 一啲時間段，你自己翻去嘅，即係你會咁樣翻去咁樣，譬如15分鐘咁樣，跟住然之後你練翻後，你練翻去前邊，你咩都睇唔到咁樣，跟住你翻翻呢度，跟住你觀察呢度咯，你分析呢度，